民众要买厝，上惊去买到起一半未收煞的驶买厝。有民间团体推出避免买到驶买厝的建商查询系统，内底找有建商违法的记录加消费的纠纷，先互民众来做参考。买厝上惊拄到拗建商买到驶买厝，有民间团体开发一套减少买厝风险的系统，民众只要伫网站拍建商的名，统一编号等等，就通看到过去的记录。包括他是不是曾经有不实广告的处罚，或者是在司法院里面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些民事、刑事的判决，在这个里面都可以一目了然。设计系统的专家表示，内底纳入经济部商业司、公平交易委员会、法院判决等等的公部门资料，民众通有管道知影建商的历史记录，嘛减少过去资讯不平等的情形。更加重要的是，让民众通建立正确的买厝观念。我们在做宣导是预防重于治疗的一个方式。我们希望所有的消费者要买房子之前，自己做好功课。不要太贸然的就去受到现场销售中心的氛围，就马上签约。协会表示，目前只是1.0版本，未来还会出升级版本，增加评价功能。伊嘛指出，最近因为平均地权条例通过、大环境、信息等等的影响，造成房市的不确定性。希望民众买厝进前爱做功课。记者戴不条凯台北采访报道。